呀，你应该休息了。皇上，你不能去，皇上，滚开！不能，皇上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朕今天就要杀你！皇上，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你就饶了娘娘吧！我们一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生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的。连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